台湾开始有盐业的记录，实际上在荷兰时期，他们刚好荷兰人在所谓现在大概是七股地区的时候，他们有个记录说呢，他们看到了沿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平坦的地方，然后日晒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充满了所谓的盐的味道，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台湾开始有这样子所谓天日晒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嘉义以南地区在当时的日治时期的调查当中也显示，所谓的一个适合晒盐的地方，它需要一个平坦的沙地，而且呢，它必须呢是一个日照充足，而且必须呢容易引含水的地方，所以使得嘉义、台南、高雄地区是台湾比较适合晒盐的区域。当时因为荷兰他在七股地区有这样的想象，所以他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在他主要的一个统治区域附近有一块可以适合晒盐的地方？那当时呢，他找的地方呢，就是现在所谓的赖口的地区。那为什么荷兰人要在台湾进行晒盐？那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盐的需求量是大的，因为我们要出口鹿肉，所以鹿肉的腌制的部分呢也需要盐。那也因为他开始在赖口试验了所谓的一个制盐的一个状况，所以当明郑时期陈永华来的时候，也发现台湾的确需要有一块地方能够提供台湾所需要的盐业，所以当时就在赖口这个地方呢，持续的修补原来的盐城，然后持续的出盐。所以当时的台湾军备图当中，就可以发现，在赖口这个地方，它旁边就有一个出盐的一个记录，所以赖口事实上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晒盐的地方。天日盐就会受限在天然的一个条件。刚刚提到的台湾适合晒盐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日照充足、非常平坦的地方，所以它可以天日盐。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又会发生在一个状况，就是台湾的气候。台湾地理虽然适合，但是台湾气候有时候呢，夏天的话多台风，然后梅雨季，或是西南气流等等的原因，都让台湾变成多雨。然后有时候呢，海水倒灌，或是呢河川泛滥，它都会使得台湾的沿岸的盐田受到了损伤。那这个时候，台湾的人民该如何去，或是盐工该如何去面对它的盐田受损？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台湾的盐民很可爱，他觉得我如果修理它，那还不如我要不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进行晒盐。所以我们就说，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可是台湾的盐民呢，则是逐海岸而居。他就开始搬。赖北厂原来在赖口，可是呢，1750年一次水灾之后，他就被迫迁徙。可是他搬家，他是专卖，所以他就把赖北厂也一并搬走。因为如果没有搬走，他的专卖权就会受到疑虑。然后不搬走的话呢，他等于还要另外申请，所以他就把赖北厂移到现在的盐埕地区。所以如果大家有去那个盐埕天后宫旁边，就会发现它有一块碑，然后有个香炉，那是重修赖北厂碑记。所以赖北厂的搬迁跟重修，它那块碑就见证了台湾的盐厂会随着盐民而迁徙。当日本来了之后呢，实际上日本是一个对台湾的统治是一个很好玩的状况，就是他第一个殖民地，他不晓得台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刚开始他有非常多的一些调查者来台湾进行调查，盐业也是如此。他派了包括了宣场三郎、高田平三来台湾进行台湾西南沿岸的有关于盐田的调查。那其中宣场三郎他就提到说，台湾不太一样，台湾是天日晒盐。天日晒盐跟煎熬盐最大的差异度是，天日晒盐它会把盐的一些稀有元素把它保留下来，
这样子对日本来说，这些天日岩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重要性，可能会比日本煎熬岩来的更为重要。所以日本的政府或台湾总督府听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后，就那表示台湾如果可以大规模的晒岩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确保日本的盐业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了他们本土煎熬岩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它开始了所谓的盐田势力调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日本的盐的需求量大增，所以台湾总督府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成立一个会社，然后统整整个台湾的盐业，或是有没有办法透过它去开辟一些新的盐田？所以在这些想象当中，他们开始了试验，其中最大的试验地就是在现在的安顺，它是台湾当时最大的试验地，所以他在安顺想办法要制造一个或是建立一个符合日本规范的盐的棋盘式盐田，大蒸发、小蒸发到结晶池是一个棋盘式的想象之外呢，盐修好直接由铁轨直接运到码头，由码头直接送出去。所以当时安顺盐场所设计的，实际上它是当时台湾最进步的盐田，也是台湾最后一个瓦盘盐田。因为它完全按照台湾的天日晒盐的一个方式，但是全部把它标准化跟规格化。当时所谓的一个太子行起的时候，它就变成是一个台湾专卖局觉得，如果台湾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专卖项目当中非常重要的，到底哪个盐田可以让他去看？那什么样的盐田可以展现我专卖局对于台湾盐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展望？或是我们觉得台湾盐业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情形发展，所以他选择了安顺。这旁边其实两边以前都是仓库哦，他把盐堆先放在仓库。那好，我们继续往这边走。他说还不知道怎么样去产盐的时候，你知道住在山上的人的盐巴从哪里来吗？在这边主要是要介绍我们目前盐田生态村。所看到的这几栋建筑物，虽然我们目前看到的就变成是台江鸟类生态馆，或者是呢台江金豚馆，等等都不一样了。可是事实上，以前就想象，日治时期的时候，这些是非常有特色、非常重要的点哦。尤其像我们对面看到的，你如果可以看到它的门口左右这两边，右边写着台湾制盐总厂、台南盐厂，就可以知道。当时就是我们最早的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支局的安平出张所，这地方就像是一个办公室一样。那盐啊、买卖啊，要些收纳啦，如何的去做交易，做一些行账的作业，都在这里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他们上班的地方。好。我们以前都是称它为船溜，日本的土木工程它称为船溜，就是码头的意思。那在这里的话，码头就非常重要咯。码头就是可以搭船，就像我们刚刚是不是跟着裕仁皇太子搭船来？我们搭船进来，那除了我们可以搭船进来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东西要从这个地方运出去。什么东西？盐，对，主要就是把盐运出去，对。裕仁皇太子就是从这边这边出去之后右转就是运河，然后出去就是接盐水溪。那裕仁皇太子就从这边登岸上来。那我们这个码头的一个建材大部分都是玄武岩，那玄武岩它当时一个工法就是它做的形状是一个像梯形的一个外宽内窄的一种尖，叫尖枝石啊尖枝石尖就是房间的间，支就是知道的知尖枝石的一种构造。外面宽里面窄怎么样？它砍进去之后，其实那个海浪进来之后，它是往外两边
两边跑嘛，像船进来，它是会把水往两边排，所以那个石头会一直越来越紧，不会崩塌，所以很坚固，大概这个已经都超过100多年了，到现在还是从来没有崩皮过，所以才能够保留到现在，这个工法非常难得，那玉人从这边上来之后，就是走进出张所进去休息，在那边休息，然后再带他去视察安顺盐田。那安顺盐田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那个年代，在1923年那时候，其实它已经不只是作为民生用盐的一个制造场地，它已经要兼顾到除了自给自足之外，它可以外销到日本，而且还可以提供工业用盐的一个使用，所以这边的瓦盘盐田的制造出来的盐，其实是非常进步，等于是当时啦是非常进步的一个盐场，所以我们说它是第一个工业，等于是第一个盐田工业区，就是我们的安顺盐田。这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这块地域？日据时代的时阵盐田它在台湾做的盐田有2种，一种是土盘盐田，盐开始大部分都是土盘的。那土盘盐田它产的盐呢，它是因为底下是土，所以比较黑，而且比较大力，而且要晒很久，晒很久呢，所以它大部分都作为工业用跟战备物资。然后呢，因为人在吃嘛，它当然会感觉越来那个比较卫生一点比较好，所以呢，它做了瓦盘盐田以后呢，它瓦盘盐田的好处就是因为它跟土已经隔离了，所以呢，它晒的盐呢，它会比较细腻，也较油。而且呢，因为它这个瓦盘盐田呢也吸热，所以呢，咱那土盘盐田差不多经过1个月，迄盐较会当吸收。那瓦盘盐田呢，伊拿盐污水，你要卤到它25度放下来以后，它3天就可以结晶，就可以收了。然后收起来盐呢，它因为很洁白，就可以直接就可以食用了。所以呢，瓦盘盐田它的好处就是说，因为它有吸收阳光的作用呢，所以它结晶的时候比较快，而且呢，它结解的盐比较细、比较白这是这个好处。如果大家来安顺这边，也会发现，它好像就是一个类似类眷村的概念，就是它好像有自己的一个小聚落，或是感觉它的所有的生活技能都在这边。像当时在战后初期，虽然日治时期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日治时期，它也在所谓的安顺这个地方有些建造一些房舍招工，到战后这些房舍可能就比较破旧了，而且当时蒋经国有来过这边，他来这边发现，这个地方，感觉需要让盐工的生活好一点，所以后来，台湾的民生用盐有多收一些钱，然后当做改善盐工的一个生活。那当时第一个示范地就在安顺，那所以安顺当时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自来水，因为这边没有自来水，所以当时的民生用水是用必须挑的，去市场挑回来。所以我发现这个好像是不对的，所以在安顺这个地方呢，开始有了自来水。然后第二个呢，觉得这样房子好像有点不 OK， 所以重新帮他们建造了盐工宿舍，也就是大家一进来以庙为轴心的两边，它实际上就是盐工宿舍区。然后有宿舍，有了所谓自来水，公共设施 OK 了，可是民众的设施跟生活的食衣住行娱乐也被顾到，所以有盐工之家，还有自己的洗发店，有自己的平价的供应商，有幼稚园，有等等的这些设施，希望能够让盐工在一天生活都在这个地方全部解决。
那这样的盐工之家跟所谓的这些硬体设施，也慢慢的变成其他的盐场仿效的一个重点。所以如果来安顺，不妨去找一块纪念碑，是专门在说明盐工宿舍完工的一个纪念碑，大家不妨找看它在什么地方。盐工新村落成纪念碑，那你没有发现这个碑跟下面那个碑座好像不是很对称，那这个是朱九营当时在民国41年，那个做的一个碑，其实这个碑座其实是裕仁皇太子来，他当时上面有一颗石头，这个是东宫行乞纪念碑。其实皇太子来的很多地方，只要是他所到之处，当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什么行乞纪念啦、纪念碑啦、这些，但是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啦。那像这个其实也没有了，上面那个石头不见了，可是那个碑座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历史的一个变革。京屯馆也就是当时盐工新村的盐工之家。那我刚讲了，其实这里在1952年成立盐工新村的时候，这个部落是非常等于是生活机能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不但有福利社，有诊疗所，甚至还有学校，它会不定期的播放影片，让在地的居民，或是附近周遭的市草，或是显公，或是那个安平这边的居民会来这边，来这边一起这边看电影，甚至他们还要组成什么龙舟队，或是说一些缝纫班，教一些盐工子弟一些基本的工作技能。那旁边这一栋就是当时的诊疗所，他们譬如说盐工有一些疾病啊，他们就可以来这边看，这是诊疗所，这都保留下来。你好，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安顺奇岩故事馆。那这个安顺奇岩故事馆在早期的国民政府时代，它是一个高级志愿的宿舍，然后直到去年台江国家公园把它改建成了一个可以介绍我们这个以前过去完整的一个南寮盐村的历史，然后介绍给大家。它曾经路过了许多的时代，包括以前的四草湖，然后来到日本的时代，然后来到国民政府。然后一直到它废晒，然后成立的国家公园保护区，然后这一段完整历史，然后就可以介绍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故事馆后呢，大家可能会看到地板上有一些彩色的，很像马赛克瓷砖的一面地图。那这面地图就是我们用一个彩色瓷砖的方式，大概介绍，把安顺盐场的布置呢完整的介绍出来。所以呢，透过这张地图，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到安顺盐场有2种产盐的方式，并且有2种它不一样的运输跟制造的过程。那我们看到屋顶上的话，有一艘木造的小帆船。那这个小帆船就是我们当初非常重要的运盐工具。由于这个地方交通非常的不便，所以连外的道路要运输的话，只有靠这个手撑船，然后它会路过运盐古道，从这边一路运送到安平。然后这艘手撑船又叫做秋提亚，它是一种木造的小帆船。然后这边它可以承载的重量大概有6到8吨，但是我们只能运用就是海水在涨潮或满潮的时候才可以运送出去，不然的话它就有可能会触礁。好，这一台的话就是我们的水车，然后在我们这片盐田，当时要如何把卤水从大蒸发池引入小蒸发池呢？
那这个卤水呢，并不是一路向下流的，而是到达一定的进程之后，也就是大蒸发池最后一段的时候，当它要进入小蒸发池，是一个上升的高度，它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们就需要依靠人力去踩这个水车，将卤水从大蒸发池一路向上引入这个小蒸发池。那这个动作就叫做扬卤。那当时因为没有抽水机，所以都靠人力来做这件事情。那通常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呢，就要来帮大人踩水车，这样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啊，或者零食。那我们在影片当中都会有这个访问，我们可以让大家来体验当时大家踩水车的这个有点辛苦的一件事情。里面该照相的可以照一照，等一下我们就要走下去了哈。来哈，较顶下要落去下骹吼，都打赤脚了哈，较会当感受。你真正无法度的时，较起来挺先大啊。依照咧撸盐就是安尼撸，你也看，我跟你介绍一下，你看底下这个对不对？这个瓦盘已经100年了，你看撸可以看一巴掌就水吼。日本的公瓦很厉害哦，100年你看都还那么好哦。撸可以，咱家有就甲撸来，这撸一堆哈，撸到这，撸尖起哈，这撸一堆来哈。日据时代已经100年的瓦板连田，这个瓦板连田呢，它因为底下是瓦片，所以呢，它晒雪岩是会比较洁白的。像这一个呢，是已经差不多5天前已经收过一次了。这个现在的作用呢，是说在做文化教育，所以呢，现在的这些盐呢，是不能吃的。那迄个是盐继续做好啊，在日本时代这边，这盐做以后，在光复以后，这个盐是拢去吃的，所以小偷很多啊，所以会有盐井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这天然的海盐哦，跟瓦盘的哦，做白做水。依在阮咧收盐时哦，还有分等级的优等、甲等啊。咧介绍优等、甲等吼，有当拢个包包的呢。因为吼大家拢泡到幼米幼米安怎办？拿盐花啊。以早盐花唔知讲那么值钱，你听，以早盐花是要老了，下骹个老顶当好盐，卖伤大粒啊，它3工就会当收一盖盐嘛。看顶下我会拿一些给大家含在嘴里，会很回甘哦，会很回甘。所以安顺盐场变成一个工业区的想象的时候，这时候大家跳出来说，可是市草这一块非常好的红树林的生态是否应该被保存？所以有了市草的一个保留区的出现，然后后来在工业区也开始划出去，这时候台江国家公园也成立了，所以就把这个安顺盐场赶紧把它抢救下来，让我们还保留了在台南市附近可以看到晒盐的地方。那如何让这块土地去思考人跟土地的未来性？除了市草的一个保留区之外，那么现在的可以看到的我们周围的这些所谓建筑群，它是否用什么样形态保留下来，可以让我们知道台湾晒盐的历史？所以台江国家公园就开始尝试了这个地方保留下来之后，开始整建，开始有了所谓不同的一个故事馆，或是不同的一个。包括前面可以让你体验晒盐，可以了解台湾盐业发展的缩影的一个地方。